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聽維拉頻道啊！咁維拉將會今晚喺呢個英超賽場嘅就會主場對住呢個諾定咸森林。咁其實週中咧都睇咗場英超快車嘅。咁其實就維拉作客呢個白禮頓啦。咁白禮頓出名主場硬淨㗎啦，但係估唔到最後咧維拉可以作客大勝3球嘅。咁講翻嗰場波先啦。咁其實嗰場波維拉俾我嘅感覺，其實上半場都係睇住嚟食嘅感覺㗎啦。咁其實基本上同呢個對作客賓福特一樣，咁啊俾主隊做呢個控球啦，自己做好呢個防守，打下反擊咁樣嘅。咁白禮頓其實咧都有好多機會嘅，譬如有一次啦，咁啊3點分咧就突入呢個禁區啦。其實嗰下真係要鬧下卡樹嘅，卡樹完全冇留意到呢個3點分咧，其實喺佢身後咧突然走過㗎。好彩之後咧，佢之後醒覺啦，就再追翻入禁區，而從後呢個撞跌咗呢個3點分。咁其實呢下咧球證最尾係冇判到12碼嘅，係啊。咁但係睇翻慢鏡咧，其實3點分就真係快過卡樹一步，食咗佢個位。不過佢跌嗰下又真係有少少你可以話係放大啦，同埋好唔自然啦。所以最尾咧 VAR 都冇改判到呢個12碼嘅。之後白禮頓咧，其實之後再喺禁區外有一個罰球機會啦，咁佢哋艾耶利呢個主死個罰球，咁啊中柱彈出，之後再散中咗藍斯隻手嘅。不過呢球又好彩，因為個波真係太近啦，同埋咧藍斯隻手咧都冇遞高，屬於一個自然動作，所以球證都係冇判罰呢個12碼嘅。咁之後咧又到翻維拉有機會啦，咁啊藍斯又殺入呢個禁區啦，佢成功令到呢個軒素活咧喺禁區內咧度踢跌咗佢嘅。不過呢下就搞笑喎，球證同埋 VAR 咧又係冇判到12碼嘅，而 VAR 咧我睇翻賽後個報道啦，就話咧軒素活咧係先踢中咗個波，所以冇判罰到呢個12碼。但係慢鏡咧，軒素活根本就冇踢中個波嘅，而係踢中嗰隻腳。莫非大家睇嘅條片係唔同咧？係啦，咁。而本身呢個軒素活其實已經有黃牌在身㗎啦，所以其實佢都係可以話係逃過一劫啦。咁上半場最終咧就雙方係冇入球啦，咁啊0-0握手言和嘅。下半場就同上一場對賓福特一樣啦，維拉都係咧喺下半場出嚟之後咧就早段已經可以取得領先啦。維拉咧就靠一次反守為攻啦，咁啊馬天尼斯咧出迎呢個沒收咗對方嘅角球攻勢，之後佢就好快咧就交咗俾阿羅渣士。哇！羅渣士一見到阿福仔喺前邊咧起動咧，就即刻喺自己後半場咧就大腳俾個福仔，福仔就成功用咗佢嘅速度啦，咁啊壓過對手單刀射入，就為維拉取得領先嘅。好啦，之後白禮頓咧曾經由艾迪加咧係追和嘅，不過咧好彩3點分喺 build up 嘅時候咧個手臂又係觸碰到個足球啦，咁啊被判呢個入球無效。維拉之後咧就都係咁噶啦，喺中段咧就開始換人啦，咁啊換翻阿新斯奧啦同屈堅斯入嚟啦，咁啊取代翻阿福仔啊同埋藍斯啊。咁跟住之後咧，白禮頓亦都有作出換人㗎，咁換咗阿卡森入嚟嘅。咁阿卡森咧就真係成為英雄啦，維拉嘅英雄，我嘅意思係，因為佢一次嘅飆波令到球隊咧再失一球嘅。咁卡殊就自己喺自己嘅後半場度大腳交俾羅渣士啦。咁頭先講過啦，卡森啊諗住阿飆波就失誤喎。標唔到個波，就令到羅渣士咧成功單刀，之後羅渣士咧就交俾阿新斯號咧再射入死角，就咁啊成功拉開咗個紀錄嘅。咁呢球好明顯啊，大家睇得到阿新斯號真係顯盡呢個射術啦，佢嘅 level 真係好高好高。而最尾其實有呢個 VAR 介入咗呢個入球㗎，但係最終咧都冇判到屈堅斯犯規，咁啊所以最終入球成效啊，咁啊維拉領先到2-0。而補時階段咧馬倫。哇！見阿新斯奧射得咁靚啊，佢都自己都整翻粒啊！喺閘位之後埋齋，令到維拉最終係贏3-0嘅，係啦。咁啊賽後艾馬利就好開心啦，佢話球隊嘅球員咧咁就達到佢賽前嘅目標啦，咁亦都讚賞咗阿福仔啦，咁啊話佢開始越嚟越狀態越好啦，咁希望佢可以繼續專注足球啦，同隊友更加融合啦。咁至於阿新斯奧更加着晒火啊，近10次添，唔好話7次啦。喂，維拉上陣啊，已經入咗8球啊，真係西非利啊！好啦，咁就講完週中嘅比賽啦，就講翻今晚就呢個中部打比嘞噃。係啦，今晚中部打比，咁啊維拉將會主場對森林，咁就哇兩隊都今季都 top fit 嘅，我可以咁講。咁森林大家都知啦，而家排第3嘅，真係好犀利啊！週中又成功主場氣走曼聯攞埋3分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維拉咧就近排狀態都大勇啦，咁頭先都有講過啦，咁啊連續2場呢個英超作客咧都可以取得勝利啊！
而呢個阿福仔啦，更加喺加盟維拉之後咧，就攞到首個聯賽入球啦。咁啊，配上前邊阿申斯奧同埋羅渣士，真係令到前線真係帶來好有威脅啊！而今場波維拉主要嘅傷兵就應該只係得巴克利一個嘅啫，而比利上場因為咧好似話有少少傷，所以冇出到，而有好大機會今場可以復出㗎。艾馬利賽前就都講到明㗎啦，佢因為佢想保護咧啱啱傷愈嘅屈堅斯啊，所以預計咧今場都繼續可能會用阿福仔打單箭頭嘅。係啦，咁同埋維拉因為嚟緊週中要作下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啦，所以預計都會有少少輪換啊。我個人覺得馬天尼斯繼續應該都會係擔任正選㗎啦，右閘就應該會用上加西亞啦，左閘就可能會用上馬神嘅，而中堅就預計會用翻明斯同埋干沙。係啦，但係未知道對手個阿基斯活特啦，究竟會唔會出到啦？咁如果基斯活特出到嘅話咧，明斯又起碼喺度咧，都可以同阿基斯活特可以撞下困下咁啊，都好啲嘅。中場方面咧，安娜嗱，我覺得有機會拍卡馬拉打定算啦。泰文斯有機會咧再打翻個攻中嘅位置啦，咁配合可能阿申斯奧或者羅渣士就協助阿福仔攻堅嘅。而其實我都覺得有機會馬倫都有機會可能打正選㗎，因為始終佢都啱啱喺週中入咗一球，咁可能艾馬利咧都可能俾機會佢踢一踢啦，同埋佢週中對巴黎聖日耳門就唔使踢㗎啦，唔使預佢嘅，咁可能就俾佢踢下啦，但係唔知道究竟會唔會用佢啦。至於森林傷兵都比較多，我都覺得即係重要嘅球員比較多咯，可能傷出。譬如頭先有講嘅 Chris Wood 啦，佢有機會咧可能會今場繼續會因為臀部嘅問題咧，仍然有機會缺陣㗎，係啦。而安娜即係佢個閘位球員啦，咁啊上場對曼聯咧，好似話係比賽中咧因為小腿受傷而退下火線嘅，今場波未必出到，係啦，咁啊應該都對森林嚟講都好大打擊啊。至於摩蘭奴啦，咁啊因為外借條款啦，咁啊未必今場可以倒戈嘅。至於哈神奧道爾咧，佢週中對曼聯嗰場波都冇踢到㗎，咁暫時未知道佢究竟可唔可以復出嘅。咁不過大家都知森林其實今季咧佢都防守都幾硬淨嘅，咁特別係梅里路啦同埋米蘭高域啦兩個中堅咧真係越打越好，咁所以咧其實雖然維拉係近8次主場對森林咧有呢個5勝3和嘅佳績啦，但係今季我覺得森林咧有一種俾人哋越強越強嘅感覺啊，所以我覺得呢場波都未必係一場容易踢嘅一場賽事啊，咁當然啦，希望維拉可以攞到啲重要嘅3分啦，因為始終呢場波咧真係大家賽前爭9分啦，咁如果真係想下季打呢個歐聯或者歐洲賽嘅話，呢場波咧真係不容有失啊！希望可以先過啱啱喺週中過完第一關贏咗白禮頓之後咧，第二關贏埋呢個森林，咁跟住之後再週中對住呢個巴黎聖日耳門，希望可以守和，咁就希望可以前景會比較樂觀啦，打下屆嘅歐洲賽，因為維拉近排嘅賽程真係比較密啊，同埋都場波都係比較重要喎，可以咁樣講，所以就希望呢場波要全取3分啦。咁今晚直播嘅時間就希望大家一齊支持維拉啦。如果大家 like 同埋中意我哋呢個頻道嘅話咧，繼續係 like 我哋個頻道啦，同埋 share 我哋個頻道啦。咁下次咧咁就再同大家再傾波經啦。好啦，拜拜。